根據 Google Map 嘅指示，今朝一早就搭車去咗里斯本 Orion 呢個站。呢度係一個綜合車站。除咗地鐵到達之外呢，上邊仲可以轉呢個火車同埋長途巴士去其他嘅市鎮。原本係諗住搭火車去艾弗拉 Evora 呢個城市嘅，咁但係呢，就人算不如天算，買唔切飛，於是呢，就即刻轉搭呢個巴士啦。不過自動售票機又出咗故障，兜兜轉轉去咗間代售嘅小食店，先至買到下一班去 Evora 嘅車飛。雖然唔係太順利，不過呢班車竟然俾咗我驚喜，就係佢會經過葡萄牙最長嘅亞斯科達卡馬大橋。佢喺克里米亞大橋喺2018年5月完工通車之前呢，係歐洲最長嘅橋。主要就係為咗舒緩4月25日大橋嘅流量而興建。佢係為咗紀念葡萄牙當年著名嘅航海家 Vasco da Gama 由歐洲經海路到達印度500週年而命名嘅。呢度好靚喎，天空之鏡喎，睇到個天空倒影喎。巴士過咗塔霍河之後呢，就持續向東面進發，終於都可以 relax、sit back 同埋欣賞窗外邊嘅景色。And if she asks you why, you can tell her that I told you that I'm tired of castles in the air. I've got a dream I want the world to share, and castle walls.Just lead me to despair. The hills of forest green where the mountains touch the sky, a dream come true. I live there till I die. I'm asking you to say my last goodbye. The love we knew ain't worth another try. Save me from all the trouble and the pain. I know I'm weak, but I can't face that girl again. Tell her the reasons why I can't remain. Perhaps she'll understand. 喺艾弗拉落咗巴士，當然第一時間就係用我嘅手機去路 K 聖方濟天主教堂。不過大部分遊客嚟呢度主要唔係為咗參觀教堂，而係去佢隔離嘅人骨禮拜堂。跟住手機地圖左穿右插，終於喺20分鐘之後就去到教堂。人骨禮拜堂就喺教堂正面嘅右側。人骨禮拜堂嘅創建者係一位半盲嘅修士。喺1511年嘅時候，佢為咗傳達人生短暫嘅宗教意念，於是用咗教堂墓地裏邊大概5000具屍骨，就搭建起呢一座禮拜堂。禮拜堂嘅橫梁上面寫住：我哋嘅屍骨就喺呢度等緊你哋嘅加入，正正係表示人嘅生命盡頭就只不過係一堆骸骨。教堂禮拜堂去得多啦，但係用人骨砌出嚟嘅第一次去，驚唔驚？當然唔驚啦。呢度唔單止有一條條嘅骨頭，仲有一大一小兩副骸骨。
除咗人骨禮拜堂，過咗對面仲有另外一個神聖藝術博物館同埋一個臨時展覽博物館。博物館中心前身咧係19世紀一直荒廢咗嘅修道士宿舍，咁喺重建咗之後咧，就收藏咗修道院本身同埋其他已經唔存在嘅修道院嘅收藏品，涵蓋16至到18世紀嘅繪畫、雕塑、金像同埋各種神聖藝術品。除此之外，千祈唔好錯過另外一個樓層，嗰度全部係展出唔同風格、唔同材料、唔同國家所製造嘅耶穌誕生場景嘅雕塑，或者一啲嘅 figure， 莊嚴而有趣，值得大家細細品味。我就睇到唔捨得走，要朋友催我先請離開。喺呢個展覽館行出去外邊，仲有一個觀景台，可以見到好大部分嘅艾弗拉嘅市鎮。雖然就妹仔大過主人婆，咁參觀完人骨禮拜堂，當然要睇睇佢嘅正殿聖方濟天主堂嘅內部啦。教堂雖然唔算特別好靚，不過佢內部嘅裝飾同埋擺設都好值得欣賞。特別要留意嘅就係祭壇上邊有一尊耶穌被釘十字架像，佢間唔中咧會有一啲嘅彩光射出嚟，要把握好好嘅時間先至可以影得到。葡萄牙特有嘅瓷磚畫喺呢個教堂都可以欣賞到。艾弗拉除咗可以參觀到好特別嘅人骨禮拜堂，仲有一個古羅馬時期嘅遺址。呢間喺羅馬統治時期所建造嘅神廟咧，係要嚟供奉太陽神阿波羅嘅孖生妹妹戴安娜嘅。神殿之中有14根花崗岩圓柱同埋大理石嘅地板，真係好難想像能夠經歷2000年並經過大地震之後，仍然能夠屹立不倒。神廟周圍有一個 church， 一間餐廳同埋一個小公園。雖然我唔肚餓，但係都入咗呢間餐廳參觀。其實佢睇上嚟亦都唔係好似一間餐廳，佢嘅色澤啊同埋佢嘅油漆咧，都同街邊一般嘅民居嘅風格咧好配合嘅。佢比較上係好似一啲有錢人嘅屋企。由附近嘅小公園望出去，可以欣賞到艾弗拉嘅小鎮風光。由神廟行返出去，會路經隱藏喺一條小巷之中嘅恩典聖母堂。
佢係屬於文藝復興建築教堂，外貌有啲奇特，本來想入去睇下，但係因為唔開放，所以就冇得睇啦。而另外一間艾弗拉主教座堂呢，原本係諗住佢有啲睇頭想入去嘅，咁但係因為要收費，所以都放棄咗啦。然後我就通過佢一啲嘅橫街，直出去吉拉爾朵廣場。呢個廣場亦都係一般遊客到咗艾弗拉會去到嘅觀光點。而佢前邊呢，就有一間聖安東尼教堂。臨離開之前，喺佢哋個大街上邊竟然發現有2間自助餐廳，24小時可以喺佢哋裏邊嘅自動販賣機咧選購自己喜歡嘅食品同埋飲品。仲有張台仔可以俾你擺低食物，慢慢食完先至走。臨走前影返張相留念先。